Tech Kanto，4000蚊有找可以買到成部 RTX 5090打機電腦。你冇聽錯，美國有零售商推出成機 RTX 5090打機電腦，價錢竟然4000蚊港紙有找。仲蘋果自己砌機，因為家陣 GPU 炒到天價，呢個方案真係唔使捱貴 GPU，直接俾你頂級遊戲體驗。哇！我作為砌機佬聽到真係又開心又傷心。開心係玩家有福，傷心係我啲 GPU 點買啊？NASA 世傑太空船去小行星途中，竟然順道經過火星。NASA 世傑太空船正飛往小行星世傑，不過佢冇揀直線行，而係借用火星嘅引力彈弓效應幫手加速，慳返好多燃料同時間。呢招喺太空探索入面成日睇到，但每次見到都覺得好型。用行星重力做踏腳石，呢個方法真係又接又聰明。NASA 工程師果然係物理學霸。AI 晶片新貴 Cerebras 高峰期一個月燒咗幾多錢？ AI 晶片新貴 Cerebras 之前高峰期一個月燒咗800萬美金，即係差唔多6000萬港紙一個月。雖然佢哋嘅晶片好勁，但燒錢速度仲勁，真係睇到人牙煙。800萬美金一個月，我一世都揾唔到咁多錢，佢一個月就燒咗。AI 創業真係燒錢遊戲。Intel Core Ultra 9290K Plus 跑分流出，結果令人失望。Intel Core Ultra 9290K Plus 跑分流出，遊戲同日常應用只係快咗2%。貴價旗艦 CPU 只快2%，根本直接被廢咗武功。性價比真係慘不忍睹。2%？我個舊機仲用得 Intel， 你係咪認真？定係我睇錯咗？德州鄉村地區竟然通過禁令，1年內唔准起數據中心。德州一條鄉村地區通過禁令，1年內唔准起數據中心。原因係 AI 公司走佬去偏遠地方被規管，搞到居民忍唔到要出手阻止。數據中心用水用電都好多，鄉村地區真係頂唔順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 ，AI 公司唔係去邊都受歡迎，人哋鄉村地方都唔想你搞數據中心。Chrome 137新增 AI 功能，但今次真係有用。Chrome 137新增 AI 功能，包括自動翻譯網頁同智能搜尋。自動翻譯唔使再裝 extension， 直接內建搞掂。智能搜尋幫你揾到更相關嘅結果，終於唔係得Google廣告。今次 Chrome 嘅 AI 功能終於唔係得個講字，自動翻譯真係方便，以後唔使再估外文網站講乜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